好多人都問我，潤總啊，你識得咁多業內嘅猛人，平時係點樣經營啲人脈㗎？我次次都好斬釘截鐵咁答，咪就係創造價值咯。你識得創造幾多價值，自然就會識到相應層次嘅人㗎啦。講真啦，我自己根本就唔會特登去花時間搞啲咩嘢人際關係嘅。正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真正好嘅關係邊使成日約食飯，過年過節都要送禮咁刻意㗎。好多人死慳死抵去討好啲大人物，諗住第日有咩事可以揾佢幫手。其實呢種諗法由根本就已經錯晒啦。就算你搏命同啲猛人 selfie 合照，拎到佢哋啲 WeChat、WhatsApp， 對方就真係會當你係自己有咩？咪咁傻啦！如果你對人哋嚟講係零價值，咁人哋憑咩要幫你先？記住啦，想要人哋幫你，首先你要俾到價值人哋先，呢個就係雙贏嘅遊戲規則嚟。所以搞人脈最緊要係擺啱個心態，唔好咁計較將自己嘅價值俾晒人哋，諗盡辦法無條件咁幫人，到最後你自己喺某個領域做到專家嘅級數，有咗叫座力嘅代表作嗰時，啲真材實料嘅人脈就自然會自動埋身㗎啦。一個有料嘅人會好自然咁吸引其他到啲有料嘅人嘅認同同幫手。想識多啲勁人，最實際就係令自己變勁咗先。人脈貴精不貴多，當你冇錢、冇資源又冇背景嗰陣，唯有靠實力、成績同埋代表作先可以殺出條血路㗎。如果你冇真本事，又幫唔到人嘅話，就算你 WeChat、WhatsApp 度加咗幾千個好友，又有咩用先？人脈本質就係要平等交易，等到你夠班嗰日，掌聲、認可、人脈呢啲你想要嘅嘢，自然會排住隊嚟揾你㗎啦。記住啦，只有夠班嘅人先會擁有真正有用嘅人脈㗎。一個人嘅身家基本盤有兩部分，第一係你自己嘅本事，第二就係你識人嘅本事。前者係一，後者就係一後面嘅零，仲要係個放大器嚟添。有句說話講得幾啱，就係學到嘅就要教人，賺到嘅就要回饋俾人。教人、俾人、識人嘅背後，唔係為咗咩商業目的，而係順其自然咁由個深度出發㗎。一段合作嘅關係，最初越係去刻意計較得失，越係急功近利，反而就越容易同原意背道而馳。其實所有嘅合作都係建基於了解同埋信任，然後再不斷咁提升自己嘅價值，為身邊嘅人創造價值，先搞得成㗎。2005年，我同班 friend 搞咗個叫做捐獻時間嘅公益網站，就好似淘寶咁配對志願者嘅需求。搞咗1年，就有超過4000人登記咗做志願者啦。當中有564人仲參加咗61個機構嘅227場活動添。佢哋總共捐出咗自己3071個鐘嘅時間，幫到成21822人㗎。即係話每3個鐘就有志願者將自己嘅1個鐘捐出嚟，每24分鐘就會有1個人受惠啦。網絡嘅力量就第一次喺公益界度搞到咁大鑼大鼓，搞到成堆傳媒爭住嚟報道。中央台仲專登派咗個叫梁錚錚嘅記者飛過嚟上海度揾我哋傾合作添。2007年，捐獻時間同央視合作搞咗個慈善1+1嘅計劃，就係咁，我認識咗央視個導演。有一日，佢話介紹個首屆中華小姐冠軍江欣榮嚟做訪問，傾完我都覺得幾啱 key。之後佢又話香港有間公司想做公益，問我可唔可以同個老闆傾下偈，俾下意見。於是就將我轉介咗俾另一個人啦。喺見面之前，我連對方係乜水都唔知咯。江小姐仲以為我一聽個名就會知添，點知食完飯之後，返到去上網一查先知，原來係恒基兆業個太子爺李家傑嚟，即係亞洲股神李兆基個大仔啊。就係咁，我哋就識咗。到2008年，李家傑佢牽頭搞百人基金，創始人總共有43個，我就係其中一個啦。另外嗰42人都係香港嘅富二代嚟，大家聚埋一齊就係為咗向社會做貢獻，其實就係將捐獻時間搬過嚟香港再做多次。幾年之後，我離開咗微軟，跟住就搞潤米諮詢，恒基兆業竟然做咗我個客戶，而我仲做埋李家傑嘅私人商業顧問添。李家傑就係我第一個諮詢嘅客戶嚟，從此就正式開展咗我嘅商業顧問生涯啦。大事件都總會有微小嘅開端。每一環都可以追溯到去最初嗰個善意嘅念頭㗎，就係因果相扣。我做呢啲嘢除咗係運氣得嚟之外，完全係冇商業目的㗎。我從來都冇去為咗要識人而特登去做某啲嘢，而
而係腳踏實地咁去創造價值，令人記住你，先會有真正合作嘅機會。如果唔係，就算你俾到卡片人哋同加咗人哋 WeChat 都係冇用噶。真正嘅人脈本質就係要給予價值，平等交易。你俾到幾多人哋，自然就會識到相應層次嘅人脈返嚟。跟住我哋講下，點解你幫到嘅人先會係你真正嘅人脈。成日有人揾我問，你識唔識邊個邊個？可唔可以幫我搭下路啊？如果我對揾我搭路嗰個人有啲了解，而且覺得佢係可靠的話，我就會叫佢寫段嘢嚟，再幫佢轉交。但如果佢寫唔到俾我，只係識講介紹成功必會重謝呢類嘅說話，咁我通常都唔會理，因為我覺得所有嘅合作都係建基於對雙方都要帶來價值。一個人想認識另一個人，通常都只係覺得對方對自己有用，但我要介紹呢兩個人相識，前提係要知道，必須基於雙方互相都要有價值。如果我判斷唔到佢有冇俾到價值對方，咁就只能交俾佢自己嚟做證明。所以叫佢寫段嘢嚟幫佢轉交，其實已經係俾足面佢噶啦。但如果純粹為咗寵借我而介紹個唔可靠嘅人俾朋友，即係等於用寵借賣咗自己個信用出去。咁要幾重嘅借禮先買得起我嘅信用先？反而雙方都有價值嘅介紹先係成人之美。我當然係1蚊都唔會收啦。只係對單方面有着數嘅，就即係將自己嘅信用賣出去，咁梗係幾多錢我都唔制啦。想識人嘅關鍵，要諗埋對方想唔想識你，對方覺得你對佢有冇價值，所以決定權要喺對方度噶。想儲人脈，唯一嘅方法就係不斷咁提升自己嘅價值，持續輸出咁去幫人。當你幫到越多勁人，人脈圈就自然會越嚟越廣，同埋越嚟越高質噶啦。記住啦，能夠幫到你嘅人唔係你嘅人脈，你能夠幫到佢嘅先係你真正嘅人脈啊。好啦，再講埋真人脈嘅10、30同60啦。萬通集團嘅董事長馮崙，佢有套人脈理論，就係正常人一生交往嘅關係係10、30同60。當你遇到困難、急需周轉嗰陣，真正可以開口借錢嘅人唔超過10個。試諗下邊個肯借錢俾你？就算計埋親戚、父母、老友，應該都唔會超過10個。之後嗰層嘅就係熟人嘅朋友，同埋經常打交道嘅人，加埋大約唔會超過30個。呢個數已經係包括埋前面嗰10個噶啦。所以你通訊錄入面有再多嘅人都係冇用，根本好多個你都已經記唔起。到最外嗰層就係所謂嘅點頭之交，可能只係記得個名，知少少背景，但已經好耐都冇見嘅朋友，去到呢度計埋最多就60個，已經包含咗前面2層嗰30個在內。所以話人一生其實唔需要識好多人，真正要落心機維繫嘅唔需要超過60個人噶，只要搞掂呢60個人嘅關係，已經夠你受用一生。做個總結啦，與其成日花心思討好啲大人物，就不如專心打磨自己嘅價值啦。如果你發光發熱都幫唔到啲勁人，即係暫時對佢哋嚟講都係冇價值，所以佢哋仲未算得上係屬於你嘅人脈嚟。你有幾多斤兩，自然吸引到幾多同級嘅人。人脈嘅遊戲規則其實好簡單，當你成為某個領域嘅必需品，人脈自然會自動埋身。記住啦，識人唔係靠演技，而係靠實力；維繫關係唔係靠送禮，而係靠持續創造價值噶。真正嘅人脈網絡永遠建基於你幫我，我幫你嘅平等互惠，千祈唔好諗住單方面攞着數啊。所以話識做人就不如識做嘢，有料就自然有人脈。